好，今日介紹個 Nikon 嘅最新嘅機啊，Nikon ZR6。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要更多原動力拍片，要需要更多人嘅支持同埋訂閱。咁點解介紹呢部機咧？其實都佢收購咗 Red 之後咧，其實佢都好多動作咧，開始密鑼緊鼓咧，隻手咧沾染呢個 video 市場嘅。咁唔知大家知唔知道 Red 係乜東東嚟嘅咧？或者簡單啲講解下啦。其實 Red 本身咧係一部咧專業級嘅拍攝嘅機嘅。咁最初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模組式嘅，動不動部機咧以百萬計個 body，咁啊其他附件 lens 另計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亦都可以撳下邊呢條 link 咧，可以睇下究竟 Red 係乜東東啦。咁都係專業級㗎啦。咁所以唔多作介紹啦，因為專業級範疇咧，我冇用過，但我知道佢係咧係有拍攝嘅。咁其他牌子亦都有，譬如 ARRI 啊、Prima 等等啦。好，翻個正題先。咁點解我有興趣去試呢部機咧？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本身我自己都用緊 Z 嘅系列嘅，咁啊第 Z6嘅 model 第一代嚟嘅。咁點解仲 keep 住第一代咧？因為佢夠輕啊，相比起 R， 相比起嘅 Z 系列咧，其實6咧係輕過2代同3代，甚至7嘅8、9啦，諸如此類。咁所以大家用過 Nikon 嘅 Z 系列都知道咧，部機其實就係最輕嘅。咁但係當然佢有唔好處就係單卡啦，咁同埋淨係 support 到 QXD 嘅，即係而家嘅 CF Express 嘅。咁除咗之外咧，其實我就本人覺得咧，佢本身 Z6 第一代咧 upgrade 咗無措試 firmware 之後咧，其實同Z6 3其實差唔多。當然係個對焦速度啊，或者係其他嘅 function 其實一樣嘅都係啊，對焦可能會慢少少，其實亦都有眼球對焦、追焦之餘處理。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呢刻就無謂轉，亦都冇心動轉嘅。咁點解會去想試咧？係因為 ZR 有個好處咧，就係佢冇快門嘅機械嗰個 mechanic 嘅。咁即係好似如果大家熟悉嘅 Nikon Z8 或者 Z9咧，亦都係冇影相嘅時候咧，佢冇咗個快門個機械嘅。咁即係話使用上嚟基本上就唔會壞啦，喺機械性方面啦，因為佢本身咧佢都係始終你用快門 shutter 用機械性嚟做呢個嘅切換嘅話咧，基本上咧用一段時間都會壞啊。咁為咗防止之後咧，咁我一路都冇換過。只不過 Z8、Z9 除咗價錢之外，其實最重要對我嚟講係重量實在太重咁，所以咧一路之下咧我都冇更新嘅，就直至到 ZR 才出現啦。咁 ZR 本身咧，佢都係 promote 咗收購 Red 之後咧 promote 翻嚟咧，或者係兼職咧，就係一部拍片機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做呢個影相嘅。咁同埋佢嗰個嘅快門最緊要係冇咗個剛才睇個 shutter，咁變咗我就唔需要再去斟酌翻佢嗰個嘅物理性或者係消耗性嘅維修，咁所以純粹換電池、更新電池已經搞掂㗎啦。如果你大家係冇要求嘅話咧，基本上我覺得係一部唔會壞嘅相機嚟嘅。咁當然咧，除咗你粗用啊、周圍掟嘅另計啦。咁或者講講佢嘅 spec 一啲嘅，我覺得比較重要，因為如果其他嘅專業級嘅 YouTuber 咧，其實咧或者係介紹相機頻道不嬲都，其實你大家可以睇嗰邊試片啊，點樣去試點樣影咧。其實咧我就唔需要班門弄斧，因為我都唔係嗰種已經離開咗嗰堆人嚟㗎。咁變咗就係純粹一個好平民嘅去 consumer 去試咧，去睇下究竟用我呢個平民角度去睇咧，究竟呢部機係點樣嘅啫。咁有嘅重點咧，我覺得佢係比其他嘅相機咧係優勝，除咗快門冇咗機械快門之外啦，其實個收音咧佢都好強調用咗 Nokia 技術咧係360度嘅收音啦，同埋佢當然可以套影相同 video 先可以套用咗 Red 嘅顏色去套落去啦。呢啲係 video 方面啦，咁影相亦都係睇啲片咧，其實我都見到咧佢都可以咧係套用翻佢嗰個嘅顏色嘅 red 咧套落去嘅。咁最重要都其實佢video 方面咧就唔使多講啦，前一定係強項噶啦。最重要咧就係佢相機方面咧，其實佢因為佢冇快門之後咧，對比翻咧，其實佢嗰個聲稱嘅電子快門咧，
嗱，聲稱嘅電子快門咧，其實可以去到16000分之一秒嘅，至到30秒嘅。其實佢嘅相機亦都 EV 可以校到1/3或2/1嘅，亦都可以用 M mode 咧去到呢個 B 快門嘅。咁其實同一部普通相機咧係一模一樣嘅。咁好多 YouTuber 嚟講咧，其實佢都係個 spec 咧，基本上係同 Z63咧係唔好話一樣啊，幾乎一樣。咁所以個內涵咧基本上係一模一樣。咁所以除咗咧佢係冇機械快門之外咧，佢個電子快門係代替咗機快門咧，其實大致上係可以話一樣嘅。除咗Z63同埋 ZR 嘅分別咧，最從其次重要其次嘅分別之外咧，就係閃燈嘅同步咧，只係60分之一秒啫。其餘部分大致分差唔多嘅。咁咧，如果對照翻你 Z63嘅快門嚟講咧，其實咧佢都係正常翻8000分之一秒左右啦。咁其實一般嘅相機個分野咧就喺呢一度啦，同埋佢個閃燈同步咧去到200分之一秒㗎，正常啦嚇。咁所以佢個強項90%咧都去咗 video 㗎啦。咁當然佢個附屬嘅相機功能咧，亦都係唔差嘅。咁如果你用一部專業級嘅拍片嘅機嚟講，佢有90%嘅相機功能咧，其實我覺得都相當之唔錯啊！對我嚟講嚇。咁咧，我就試咗，因為佢電子快門啦，咁我試咗呢個 Z7-2嘅快門，大家聽下中唔中意喜歡嗰個機械聲嘅快門聲啦，同埋試咗 Z8嘅電子快門聲。同埋呢啲 ZR 嘅電子快門聲，咁啊分別係機械性嘅同埋電子性嘅，咁同埋 ZR 嘅所謂電子聲啊，大家喺喜歡嘅快門嗰個聲聽啫。咁啊，成部機咧其實上手咧係嗰個質感咧係好硬淨啊，真係一部開工機嘅機咧，個感覺咧係多於咧玩味嘅相機多一切嘅。佢嘅重量咧亦都識得好處嘅，佢就淨機嘅540g啦。同埋咧，我即係不得不讚咧，佢開機同閂機嗰下咧，真係即開即用嘅，即係唔需要等幾秒鐘去 load 啲 program 乜啦。佢真係即開即用，係好快手嘅。但係咧，唯一嘅你話一定要部機點讚都好，其實佢好唔好處咧，就係我覺得 grip 位咧實在係太過薄啦。你如果用相機角度去影相嘅話，其實揸得攰咧，係都幾閒，揸得耐都幾攰下嘅。同埋部機亦幾深啊，同幾闊嘅。同埋佢特點啦，最重要梗係講個 mon 啦。對寸 mon 咧，真係冇比較冇傷害。一比較之下咧，係真係比就算係比旗艦機都好啦。佢個 mon 咧真係又大又闊又清又 sharp。你一摸上手咧，個 mon 真係已經贏晒。咁啊，基本上個版面設定咧都係同過往嘅 Nikon 咧係一模一樣嘅。咁啊，其實唔多講啦，個編排都一樣，只不過佢多咗 touchscreen 功能，直接咧唔使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咧去選擇翻個跳個版面，直接去撳 icon，直接跳去嗰個嘅 menu 咧，同過往又唔同嘅。只不過個 menu 嘅編排咧同以前一樣嘅，只不過 touchscreen 嘅啫。嗱，呢度睇得咧，就係本身嗰個聲音嗰個嘅分別咧，但係點解佢有內置咪嘅時候咧，可以做到個環繞聲同埋特別幾個分效果嘅？呢個係其中佢一個賣點咧，其中一個嚇。咁啊，整體嚟講咧，其實個感覺咧揸上手咧係的確一部好硬淨嘅工業機啊。咁當然啦，佢嗰個 quality 亦都係唔算唔差啦。咁所以咧，我係好興趣咧。諗究竟啲舊相機，譬如 Sony 啊，有部 ZV-E10咧，究竟吹得幾多，同埋加埋鏡頭吹得幾多咧？咁啊，希望又早啲入手啊，早啲玩。咁同埋咧，剛才提及過啦，佢個 grip 咧本身咧就真係揸得唔舒服啦。咁所以佢早鳥優惠咧就送埋咧，就有個叫做small grip 咧，有個 grip 位咧。增加個位置咧，係送俾你，大家等你揸得舒服啲嘅。好，今日教授咁多，下條片再見啦。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，要更多原動力拍片，要需要更多人嘅支持同埋訂閱。